小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今日是上巳日，我知道你是又想他了。我还会再见到他吗？每个上巳日，您都在这里等他。可缘起15年的那个夜晚，您就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不是吗？可我还想告诉他，我还活着。我每天、每时、每刻都在想着他。你说他还会念着我吗？小姐，我相信心诚则灵。